下來繼續來看太陽花學運的女王劉喬安出名了後，爭議不斷，因為牽涉到毒品、詐欺、侵佔等等的罪嫌，和台灣即個佇台灣服務的地檢署來通緝。2019年的5月，伊走去美國，一直到去年的1月，因為美國騷動到非法的移民，劉喬安去互逮捕。因為驚互遣送返來台灣，伊是申請軍樂界的政治庇護，也毋過最後攏互駁回，講尾暗仔到暗時這段時間，就會互遣送返來台灣。幫頭鬃尾青長出現佇機場，這個女子就是過去紅稱作太陽花女王的劉喬安，佇美國以非法移民的身份紅頂。當年佇學運，因為這張相片出名的劉喬安，牽涉到經濟風波。2015年牽涉到中人跨國性交易互判刑，佮因為詐欺、侵佔3項毒品的罪嫌，去互國的地檢署通緝。我對我做的事情，我就是有做；我對我沒有做的事情，我沒有辦法去認他，我絕對不會。劉喬安佇2019年簽到出境，掠准會當無煩無惱，親像阿不倒，佮發文章分享家己佇美國的生活，上怎樣攏去互警方掌握。去年1月，伊佇波士頓的旅館紅頂，佮伊佇向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佮老闆佇期限內最後一天提起上訴拖時間，未手互遣返返來台灣拖將近當半。劉賢原定於同年3月3日遣返回台，唯在遣返前夕最後一刻，劉賢稱在台灣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申請，導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Leo fled Taiwan in May 2019 and was believed to be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she continued to engage in criminal activity, inclu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llegal narcotics to clients associated with Taiwan'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劉喬安佇刑事局駐美聯絡官甲美國執法單位的介護下，佇舊金山坐飛輪機返來台灣，預計佇今仔日8暗仔就會到桃園機場入境後，將會直接向移送司法機關歸案。